后来继续要来讲，住伫个工业区，身体敢真正较会生病咧。这个高雄市卫生局105年到106年，针对小港区沿海6里的居民来做健康检查，结果发现有61.4%的居民体内一级的致癌物砷来超过标准。公民团体认为，这是因为工业区内493间的工厂长期排放垃圾气来污染到空气所造成的。一个烟筒讲，一直咧抽烟，正是小港临海工业区。493间的工厂，891支的烟筒，过污烟制造空气污染，小港居民所需的是致癌的空气。污染整个都进来，变成我们环境已经超级的恶化。高雄市卫生局对105年伫小港沿海6里进行的健康检查计划。结果105、106年2冬来统计，有61.4%受检居民体内一级的致癌物砷拢超标，可见长期的空气污染严重威胁居民的健康。特别伫迄个冬天的时阵，像中林路啦、靠近大那坡遐，其实酸的硫的味道是足重的，搁大淡遐嘛，感觉愈大愈惊。捌听过抗议无奈心声，原是无法阻止空污对小港居民的危害。民进党议员陈志忠因此邀请专家学者以及小港临海里居民举办一场公听会。会有这个事实有污染，那是什么原因造成，或者是哪些可能的因素？那怎么样去做预防、防治？我想这个是一个当务之急啦。参与的有公民团体、毛医生，也有公部门的代表，希望透过研讨，针对新的来源，会当找出有效的监控方案，让临海居民会当脱离致癌空污的危害。